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介紹一個新樓盤嘅單位，係位於北角嘅101 Kings Road， 實用面積係400呎嘅兩房格局。咁呢個單位係用咗意式極簡嘅風格去設計嘅，保留翻原本廚房、廁所嘅格局啦。咁所有嘅房門同埋廚房、廁所門都改咗暗門嘅設計，咁可以一體化咁樣令到空間更加簡潔。整體嘅空間係以深胡同木色為主調，營造出沉穩舒適嘅氛圍。客飯廳所有嘅牆身都做咗特色牆，以意式胡桃木配搭威尼斯綜合雲石設計，再加入木條子同 LED 燈作為點綴，透過光影同埋線條嘅交錯，增添豐富嘅層次。主人房延續客飯廳嘅深胡桃色調，增設一級地台提升收納。到頂嘅衣櫃採用暗抽，立面平滑，帶出意式極簡嘅氛圍。女房以柔和嘅粉色調設計，同客飯廳主人房嘅深胡桃色形成鮮明對比。因為係小朋友嘅房，透過色彩嘅轉換，展現出童趣嘅特質，同時以簡潔嘅線條設計呼應客飯廳，保持整體嘅風格嘅連貫性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。意式極簡嘅美學係強調少即是多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設計，歡迎留言讚好同埋分享。想睇更多嘅設計靈感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啊！唔好錯過下一次嘅更新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